今日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9月初1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65节到72节，历代志下卷12章第1节到12节，以弗所书13章第7节到2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公义的上帝。上帝是信实公义的主，伊所应允的就必然会实践。伊应允保守看顾以色列人就会实现。就算是讲以色列人因背离得罪上帝，上帝依然用赦免的慈爱来对待因。咱拢知伫政治上无有真正的朋友，无有信实、甲公理、甲正义。就算是讲某一个国家的领袖，伊拍胸坎来保证但是一旦国家利益改变啦，因的立场嘛真有可能马上就来改变。罗波安甲亚罗波安的时期，以色列人经历着分裂，北国以色列、南国犹大两个国家。这个时期呢，这两个国家选择离开上帝的道路，敬拜偶像。伫政治上当然嘛拄着真大的困难。历代志下卷12章第1节到12节记载着罗波安伊的王国所拄着的问题。罗波安的王国一个稳固强盛，伊就弃杀上主的律法。所有以色列人嘛拢对伊。罗波安王第5当，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上主。示撒有战车1200台，马兵6万，搁带利比亚人、苏基人、古实人对埃及上来。人济甲算袂了，伊攻取犹大坚固的城，来到耶路撒冷。迄时犹大的领袖因为示撒的缘故，伫耶路撒冷聚集。先知示玛雅来见罗波安甲遐的领袖，对因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恁弃杀我，所以我去杀恁。将恁交伫这个示撒的手。以色列遐的领袖甲王就谦卑认罪，讲上主是公义。上主看见因已经家己谦卑，上主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讲：因既然谦卑认罪，我无要搁责备因，要互因暂时得到解救。我无要搁通过示撒的手，将我的受气摒落伫耶路撒冷。毋过因会做示撒的奴仆，互因知服侍我甲服侍地上列国有甚物款无相款。对安尼，埃及王示撒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将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宝物来抢去，搁抢所罗文所做遐的金的盾牌。耶罗波安做铜的盾牌，代替遐的金的盾牌，交互顾王宫这个侍卫长来固守。王特别入上主的殿，侍卫就举这的盾牌，后来搁转甲伊下伫侍卫室。王家己谦卑的时，上主就无搁受气，无完全甲伊剿灭。犹大的情形嘛有改善。上帝救恩无改变，因为伊是公义的主。以弗所书13章第7节到21节嘛安尼讲着。着少年因带恁传上帝的信息，互恁的人注意看因的生活甲结局来学习因的信。耶稣基督昨日、今仔日直到永远拢袂改变。
恁毋通互逐款奇异的教义带迷路，因为心灵较好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坚固，毋是靠食物、靠遵守食物规例的人拢无得到利益。咱有一个祭坛，顶面的祭物伫会幕的内服侍的人无权通食，因为大祭司带将生的火进入伫至圣所，为着人民赎罪，将生的身躯曲伫耶和华的烧，所以为着要用家己的火，互人民来得到洁净。耶稣伫耶和华牺牲来死，安尼咱出去伫耶和华去伊遐，甲伊同受凌辱。因为伫遮咱无有永远的城，咱是伫找迄个特别来的城，所以咱就通过耶稣继续将称赞的祭献予上帝。这是宣人主的名的人的嘴唇所结的果子，就会记着做好事，互相帮赞，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祭物。就服从引传恁的人听谈因的话，因为因不时伫固守恁的灵魂，通互因对上帝交代清楚。恁着互遐因欢喜工作，无偷窥，若无对恁无利益。着继续为着阮祈祷，阮确信家己有清白的良心，意爱凡事照起工生活。我恳求恁着特别为着我来祈祷，求上帝互我通较紧去恁遐。上帝已经互咱的主耶稣对世人中叫我，伊通过耶稣所留的话，确立永远的约。互耶稣成做羊群的大牧者，愿这位赐平安的上帝，互恁伫逐项的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，通过耶稣基督伫咱中间成就伊所欢喜的事，愿荣光归乎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希伯来书提到着耶稣基督，正做昨日、今日，直到永远永远无改变。因为军队救恩的人，着爱细字，毋通互遐个奇怪的学说来所影响。这就是宗教诈骗所以千万要记得，咱所追求的上帝是永远无改变公义的主。诗篇119篇65节到72节，上主啊，你有照你的应允好款待你的仆人，求你教示我，互我有智慧甲正确的判断，因为我信靠你的诫命，我前有行迷路，受你警戒。当我遵守你的话，你是良善，你所做拢是好。求你教我捌你的规例，骄傲的人用白贼话来攻击我，毋过我要专心遵守你的律例，因的心亲像予油包麻痹。毋过我意爱你的律法，我受管家对我有利益，互我通学习你的规例。你所讲律法对我有利益，赢过千万的金银。主啊，阮恳求你，互阮生活中间会当来坚定相信，毋通受到这个奇怪的学说来影响，离开你的真道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